后来继续来看这个翠安国家队、嘉利甲和品两间公司连续来出包，甲中国制非医疗用的翠安假做是台湾制造，贩卖趁钱。卫福部继续来调查，阁发现一间咯，这是由真出名的食品的企业广达乡董事长的后生所成立的勤达医疗器材公司，讲是伫个马来西亚生产制造，实际上嘛是摕中国翠安来掺染进口入来台湾。卫福部认为安尼嘛违法，勤达公司嘛甲铺到各网络的这个翠安，拢落价回收了。搭配棉毛巾使用，就可以大大的减少医疗口罩受潮的机会。影片当中，小解翠暗和棉油巾组费用会使增加挂翠暗的时间。不过，这间伫邦桥的勤达实业医材公司，所有人查出网络顶标示毋是台湾做的，竟然是中国货。它的输入量比较大，那该公司它在未取得许可证之前即输入，那这部分以及违反药事法第84条。卫福部调查发现，勤达实业进口大量的翠暗，不过所卖医疗翠暗却表示是马来西亚做的，互人查出竟然套揽中国做的。医材业者讲，勤达实业为着要做军方的生意，过去10多年来拢讲是马来西亚做的，卖翠暗、西亚布。货源拢是中国，即马卫福部要求回收，袂使阁卖啊。他们说不方便，没办法。他们说不方便，没有人啊。记者实际来到勤达伫邦桥的地址，大老母全拢总毋知影。虽然要求袂使阁买啊，毋过记者实际伫网络顶也是买会到。勤达阁是出名食品企业广达乡董事长的后生廖永杰成立的医疗器材公司，摕到真侪病院的订单。即摆传出套揽中国做的水暗，恐惊会互人罚1000万。